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今天5月16号，在家会主，得意忘形。我们要来看以赛亚39章1到8节，其中第2节这样说：西西家迎见使者，并且让他们看他的财富、金银材料、香水和一切军备。他把全国各地的库藏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了。西西家已经2番经过九死一生，先是亚述王西拿基亲临数十万的精兵攻打犹大，耶路撒冷岌岌可危。接着他又患了必死的病，他从死亡中捡回生命。他忧虑犹大国的灭亡。当巴比伦的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来见的时候，西西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所有的东西给使者看，把自己的一切展示给他们看。哇，我们可以想象吗？西西家当时候那个表情一定是神采飞扬，因为他的心态就在于说，你们来看吧，你们来看看这一切我所拥有的。我们可以知道，他所展示的是炫耀自己，而不是归荣耀给神。当先知以赛亚知道之后，就来问西西家。其实先知都知道了一切，但他还是要责问西西家说，使者是谁呢？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西西家的反应，这里一共有5个看，最后他还2次的说到说，没有不给他们看的，没有不给他们的看的。看有什么不好吗？没有不好，看见神给我们的这些一切美好都是好的事，但问题在于心态。你何以通通给人家看？是荣耀自己，是要炫耀自己，以至于以赛亚他告诉西西家说，那灭亡之日必到，凡西西家王中所有的都要被掳去，没有留下一样，没有留下一样不给巴比伦掳去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哎呀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，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心里害怕。看，原来神给我们的看是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就像我们迦南教会55年前、56年前，我们的属灵的前辈带领着弟兄姐妹看见神应许迦南美地，使我们坐落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来见证神，建立迦南教会，来宣扬主的福音。重点是使人来遇见神，而不是遇见我们有多厉害。而西西家的心态却不是这样，就是他可惜的地方。当西西家对以赛亚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象。这话甚好我们很难想象我听到这么糟糕的讯息，将来这个国家是要被灭亡的，我竟然还能说这话甚好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，西西家他的那个心态是很短期的，说好利嘎仔，还好这个国家不是灭亡在我的手上，好利嘎仔，迦南教会不是在我的手上便不见的，以后的事情以后我再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提醒，本来神是要试验他，好让他能够回转来求告神，给他一个机会，但西西家失败了。我们呢？神也要给我们机会，愿我们不要失败，愿我们看见引领人来看见定睛在神的身上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懂得看，懂得定睛在主你身上，不要转向别人，不要寻求别人的肯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恳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能够经得起神的试验，承受更大的祝福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